大家好，我係老泥妹。上集同大家分享咗戴眼鏡嘅麻煩之處，眼鏡除咗增加咗生活中發生意外嘅機會率，更令人多一個外表焦慮嘅原因，因為好多人都未必揾到啱自己戴嘅眼鏡款式，又要考慮自己嘅面型同髮型嘅配搭，所以我放棄咗，直接戴隱形眼鏡。果然乾脆直接。第一次戴隱形眼鏡，幼稚園同小學時期，我對外表都冇咩理會，阿媽俾咩衫我着，我就着咩。上到中學，因為係女校嘅緣故，返學都唔使點理外表，反正都只係俾成堆女人圍住。平日最多都係跟下朋友風，亂用護膚品、化妝品。直到中午嘅 graduation dinner， 簡稱 grad din。姐姐，grad din 唔係畢業晚會咩？但點解中午就有嘅，唔係中六呢？姐係老，姐讀嘅係舊制，得未？grad din 就係一班畢業生慶祝人生完成咗一個階段，同埋多謝一班老師一直以嚟嘅付出。喺呢個咁重要嘅時刻，當然要打扮得靚靚啦。又唔係唔啱嘅。grad din 前幾個週末，無論天氣如何，我同同學仔都堅持行街去尋找最啱心水嘅裙同鞋。為咗唔好浪費條靚靚嘅藍色短面蛋糕裙，我同同學夾份請咗個化妝師幫我哋化妝 set 頭。最重要嘅一步就係去買隱形眼鏡。妹妹，今日有咩需要幫手啊？我想戴隱形眼鏡。好，但首先你要學識戴隱形眼鏡。然後我就發現戴隱形眼鏡係一件變態嘅事。嗰日係我16年人生裏面第一次觸碰自己嘅眼球。哇，好亮啊！好，我哋而家學除隱形眼鏡，用你食指同手指公嘅指頭肉夾起隻 con。哇，好痛啊！唔係用指甲喎。經過5分鐘嘅掙扎，我終於解鎖咗戴隱形眼鏡嘅技能。記住，盡量唔好戴隱形眼鏡瞓覺啊！記得最好每一日預8個鐘俾隻眼休息下。不過人向來都係唔見棺材唔翳呀。高中畢業旅行2年之後，我哋高中畢業，我同同學仔就去咗澳門嚟個2日1夜嘅畢業旅行。晚上，咦，我冇帶 con 盒同香水添，點算呢？你嘅大頭蝦果然唔止影響你考試啊！盡量唔好戴隱形眼鏡瞓覺啊！唔好戴隱形眼鏡瞓覺啊！如果依家除 con， 聽日就冇得戴 con， 要戴眼鏡影相。算啦，因為唔除 con 應該冇事嘅。咦？點解嘅？隻 con 呢？呢啲咪就係明知故犯，結果搞着自己咯。結果第2日我都係要戴眼鏡出門，行下。咦？點解眼角有啲嘢揞住嘅？原來隻 con 喺我瞓覺嗰陣轉咗去眼球後面，之後再轉返出嚟。所以隱形眼鏡只係增加咗發生意外嘅機會。但我可以比以前更靚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啦，大家又曾經為咗靚去到幾準？快啲留言分享一下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我嘅故事。鍾意我嘅故事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啦，下次再見。